给您。我们看什么电影？我听说最近上的这些电影好评率都比较低。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也不是来看电影的。你好啊，请问需要什么？啊，您好，给我2张最近开场的电影票，然后情侣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喜欢这段吗？太不正经了，不喜欢。但你看的全神贯注的，你确定不喜欢？你离我远点。我怎么了？我对号入座，我的位置就离你这么近。有事吗？有事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这样的事。你说要跟我商量，结果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。我不太熟练，我现在征求可以吗？我考100分的时候，也没说自己不太熟练。你给我打100分啊！不及格。下次会更好。下次不用征求我的同意。